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安仔啊。今期咧帶大家睇下航空新城嘅新房，拎包入住，14000個單價啊！我哋而家喺個位置咧，就係珠海航空新城嘅最核心嘅地段。後邊呢度咧就係金灣嘅藝術中心嚇。平時咧有啲歌劇嘅表演啦，同埋藝術嘅展出嘅。咁後邊呢邊咧就係11.7萬平嘅華發商都啦。喺珠海本地人都知道咧，華發商都開喺邊，我哋嘅屋就買喺邊嚇。後邊呢個位咧就係金灣嘅行政中心啦，市民嘅行政中心啊，一站式嘅行政辦公。呢邊咧仲有2個館啦，一個圖書館同埋一個檔案館嘅。呢2個館咧憑身份證咧就可以借閲嘅。咁我哋平時開車嘅話咧，1個鐘就可以翻到香港啦，同埋半個鐘咧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噶啦。咁開翻市區嘅話咧，25分鐘就可以到達。OK， 咁跟住鏡頭嚟睇睇我哋今日嘅粵海十貴府。喺航空新城咧，呢個小區咧13000個單價，現樓嘅單位直接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同時5萬蚊咧都可以幫你定制裝修嘅，所以話大家唔使驚爛尾喎，因為係現房交樓嘅標準。前面呢度咧就係政府嘅辦公大樓，金灣嘅區府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全部都封晒頂，準備搬入去辦公噶啦。成個小區嘅樓間佢非常之舒服啊！我企喺小區你可以感受到我頭髮啦幾大風。兒童嘅遊玩設施咧都同大家做好晒噶啦。成個小區咧分為3期嚟開發，全部咧係有66平啦、77平同埋91平、89平、109平嘅單位嘅。前面步行10分鐘左右啦，就可以去到華發商都啦，同埋呢個都係我哋嘅辦公大樓嘅，所以出到嚟咧非常之方便。加上我哋嘅物業費啦，就係3蚊1平方，車位嘅配比咧係1:1.2嘅。如果大家考慮緊喺航空新城想買套房養老啦，或者係剛需自住都好舒服啲，買個洋樓啦，咁我哋跟住鏡頭嚟睇下，今日準備5套單位帶大家睇下嘅。咁我哋跟住鏡頭往上走。今日睇過第一套屋苑咧係830尺嘅77平3房2廳1個洗手間。成套屋苑咧可以覺得，如果考慮嚟珠海邊旅遊或者度假嘅話咧，可以睇下南向可以睇過海景啦，同埋成個金湖公園嘅景觀嘅。樓下咧就係嗰個天茂嘅幼兒園，包括我哋呢個能女中心同埋華發商都咧行路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噶啦。我哋入邊睇下，成間屋苑咧預留咗個冰箱個位都俾你，成個衣櫃個位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包括呢個電子嘅密碼鎖啦，同埋呢個半開放式個陽台，同埋個涼吧都有。加上呢個方太嘅3件套咧，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都可以俾到你。入邊3套嘅房間咧，個採光都非常 OK 嘅，因為全部都係南向。所以話，如果考慮啲細單位嘅話咧，可以睇下呢套77平830尺嘅3房2廳1衛嘅。成間房嘅交樓標準嚟講，包括呢個榻榻米啦，5萬蚊就可以搞掂啦。而家有活動，加上5·1咧都有啲好多嘅節點啦，你都可以考慮緊。包括呢個榻榻米啦，都係呢個裝修嘅一個靈感來源。成間屋苑同埋呢個洗手間只有1個，大家如果考慮買大少少嘅咧，我哋可以跟住鏡頭嚟睇下隔離呢一套980尺嘅91平，都係同樣嘅朝向，但係咧佢嘅房間會大少少。咁你去睇邊戶啦？2廳5戶嘅設計嚟嘅，呢邊有2套咧，仲有個66平同埋個76平。我哋可以先睇大嘅呢套邊戶，可以睇下個戶型圖啦。佢雖然話係朝北嘅陽台，但係可以做到南北對流，3間房，2個洗手間。入邊成個交樓標準同嗰邊係一樣嘅，但係呢個鞋櫃咧就唔係交樓標準，但係大家可以參照下呢個交樓標準嚟設計。北向個陽台咧，雖然話係北向下，但係可以睇到成個半個航空新城個景觀。前面嘅話就係金灣府啦，可以睇埋個學校咧都喺度擴建緊。再往前行就係湖心路同埋嗰個紅旗鎮啦。我哋入去睇下嗰個廚房嘅設計啦，冰箱位留住俾你，包括個涼吧都係設計好俾你噶，都同樣都係呢邊就係老闆嘅3件套啦。細單位咧係方太，大單位咧係老闆嘅3件套，南北對流非常之舒服啦。如果大家考慮住得舒服啲又唔想買啲咁高嘅樓層嘅話，可以睇下低樓層嘅。低樓層嘅話，而家喺度搞緊嘅特價房，呢邊都係朝北向嘅房嚟嘅。OK， 呢邊仲有個 BB 房啦，同埋嗰個主人房，大家都可以睇下。
主人房咧，可能好多人會比較介意下嗰個洗手間咧對住個房，係咪？大家到陣時設計嘅話咧，都可以將個衣櫃設計到嚟呢邊做個轉角位，都可以稍微遮下個洗手間啦。OK， 最後一套仲有一個係91平方980尺嘅，都係南向。呢套玩就相對比較舒服啲，對流啲。嗰套咧就純南向，就冇兩個陽台，冇咁對流啦。980尺呢套咧有個位置可以留住俾你，可以做個鞋櫃嘅。今日睇樓嘅人比較多嚇，我哋跟住鏡頭慢慢睇。同嗰個76方一樣啊，陽台唔係廚房咧就唔係嗰個半開放式嘅，但係成個廚房個採光咧特別好，因為呢套係南向嘅，呢邊係朝東，早上嘅採光會特別好嘅。同埋呢個餐廳係餐廳啦，客廳係客廳啦。如果大家覺得冰箱擺唔到邊度，可以擺呢個位都冇問題。OK， 嗰邊好多人啦，我哋睇下個房先。入邊呢套屋苑咧就係南向兩個南向，一個係朝東向嘅一個 BB 房啦。BB 房呢邊可能採光冇咁好，但係如果你買高樓層嘅話咧，係可以睇到個市民藝術中心嘅。最後呢個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個屋苑咧，主要嘅採光來源咧都係朝東向同埋南向呢邊，可以睇到海景啦，同埋嗰個無林瑞豐酒店啦，同埋華發商都。OK， 今日睇呢個3套咧，就係主要係高層。一陣咧，我哋跟住鏡頭睇下個洋房啦。我敢保證啦，呢個戶型你絕對未嚟睇過。睇下2套77平打通，做成一個155平嘅5房3廳2衛。OK， 入去睇下。呢邊煮飯咧就唔使同奶奶打交啦，你喺呢邊，佢喺嗰邊，2個門啦可以直接入嚟，成個開間非常之闊落啦。整多5房出嚟啊，因為咧寫起間房出嚟做嗰個衣帽間啦。我哋可以睇下個陽台嘅景觀啦，成個陽台嘅景觀咧都係南向嘅，睇住我哋成個華發商都嘅景觀啦，同埋嗰個航生城嘅景觀，前面仲有少少海景添。今日呢個樓屋咧屋苑咧喺31樓，所以大家咧可以覺得成個客廳非常之大，一間房去睇啊。呢邊咧就設計咗有3間房，3套屋苑啊，3間房你睇，所以講每一個房咧都唔算特別大，但係咧都夠用嘅，因為個客廳足夠大，2個洗手間嚇。大家睇到我上一個視頻可以感受到77平咧嘅使用率都好高嘅，加上呢邊啦，呢邊就整咗2間房出嚟嘅，呢間房都係3間房，同嗰邊係鏡像嘅戶型嚟嘅。OK。咁呢個155平咧，係我哋突然間發現一個意外之喜啊！如果大家考慮買2套77平打通嘅話咧 ，OK， 我哋接住嚟睇洋房啦。洋房呢套屋苑咧係90平方嘅，980尺，可以做到3房2廳2衛，南北對流啦。我哋可以望下前面嘅景觀，前面都係個2期嘅洋房嚟嘅。右邊呢邊咧係華發家私嚇，大家如果考慮緊買家私，都可以步行過去揀家私，可以送貨入屋嘅。呢套房咧係1梯2戶嚇，入戶呢個位咧個鞋櫃已經幫你做好噶啦，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呢間房咧就係個 BB 屋，都可以做個客房嚟整嘅，或者可以做間嗰個書房啦，都冇問題。一家3口住起身都好舒服噶啦。南北通透個優點咧就係可以做到兩邊開窗啦。非常之對流嘅。廚房呢邊咧係老闆嘅3件套啊，包括個涼霸啦，同埋個抽油煙機啦，同埋個灶台同埋嗰個消毒碗櫃啦，都係做好晒俾你嘅。入邊咧仲有2間屋苑嚇，2間屋咧就係在南北對流嘅。北邊嗰個 BB 房咧樓間佢都非常之闊落啦。嗰邊步行過10分鐘係寶龍城個廣場啊。今年嘅年底咧就可以開業噶啦。主人房同大家重點講下啦。主人房呢邊嘅交屋標準咧，可以做到嗰個博士嘅洗手盆啦，同埋嗰個即係睇到個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包括涼霸啦、嗰個花灑啦都係啦。南面呢邊嘅採光咧都非常之好嘅，同個陽台一樣。咁今日睇個屋苑咧，就差唔多到呢度，一共帶大家睇到4套屋苑啊，從66平啦、77平啦，同埋91平、89平同埋嗰個90平嘅洋房都有，包括嗰個比較奇葩嘅戶型都帶大家睇咗。OK， 咁今期嘅節目到呢度就差唔多到咁啦，咁我哋下期見啦。